其實 Pascal Triangle 就唔係幾夠用㗎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將佢推廣，就揾一個叫做 Binomial Theorem。OK， 好啦，下邊咧，我哋有一個簡單嘅 case 開始下。譬如我哋 a 加3譬如 part 3嗰陣時候咧，其實即係有3個相同嘅嘢，咁樣咧係去乘埋出嚟。嗱，呢度嘅1、1、1啊、2、2、3、3咧，其實純粹咧就係想係即係純粹希望咧俾你分辨到咧，呢個係第一個 bracket 嚟嘅啫。OK， 第一個 bracket， 然之後第二個 bracket， 由第二個 bracket 度走出嚟嘅。OK， 跟住由第二個 bracket 走出嚟嘅，同埋咧係另外咧就由第三個 bracket 度走出嚟嘅，由第三個 bracket 度走出嚟嘅。OK， 有3個 bracket 咁解嘅啫。好啦，線上邊咧，我哋就諗啦，如果喺度裏邊咧，基本上如果3個都乘嗰陣時候咧，之前我哋學過啦，每一項咧其實咧佢哋咧都會由A 同 B 組成嘅，不過咁啱嗰陣時候啲係 B 零次方嚟嘅啫。咁所以喺呢度裏邊咧，我哋寫啦喎。OK， 第一個咧就係、如果我要有一個 A3 次方，寫嚟，我如果我想有一個 A3 次方就出嚟。咁佢基本上咧點先走出嚟咧？佢一定係將 A1 啦，係咪由 A1 啦？冇咗嘅 A1 乘個 A2 乘個 A3走出嚟，冇其他方法噶咯喎。OK， 咁所以咧，我哋得一種方法嘅啫。所以呢個1其實有一種方法。如果我要揾另外啦，如果我要係揾到個 A square B 出嚟，即是話2個 A 然之後乘一個 B，2個 A 乘一個 B。咁不如我哋 focus on 個 B 啦，好冇 ？focus on B。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個 B1，跟住咧就有一個係 B2， 有一個 B2，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B2 同埋 B3 走出嚟。好啦，咁如果呢個係 B1 嗰陣時候咧，佢 B1 咧一定要乘 A1、A2 同埋 A3 走出嚟嘅。如果你攞呢個 B2 嗰陣時候咧，咁啊 B2 要乘隔離個 A1，同埋咧隔離嗰個 A3。如果你個 B3 咧，佢就要乘前邊嗰個 A1 同埋 A2。嗱，喺呢度裏邊嚟講咧，無論呢3個乘出嚟咧，佢乘出嚟嗰個效果就係 A square B。咁有幾多個加埋？有3個加埋，有3個咁嘅 case， 所以呢個係3字嚟嘅。隔離呢個咧就係 A B square 啦。咁跟住用 A 嚟諗，係咪用 A 嚟諗？如果你用 A 嚟諗嗰陣時候咧，用 A 嚟諗嗰陣時候，呢個就 A1 咯，係嘛？一係A1咯，一係就係 A2咯，一係A3咯，係嘛？咁然之後咧，如果你攞咗 A1，咁呢個咪 B2同埋 B3咯。攞咗個第二個 bracket 嘅 A， 咁隔離呢個咪用 B1、B3。如果攞咗呢個 A3，咁呢個咪就應該係要 B1同埋 B2。呢個咧你都係有3種 case 嘅啫。好啦，如果你係要 B 嘅3次方，紅筆
呢個三次方嗰陣時候咧，咁第一種選擇就係 B1 乘 B2 乘 B3 再加一個。咁所以咧，係啦。所以咧 coefficient of A to the power 3咧就係3個 cell， 我3個 cell 我都要用晒揀晒嘅。OK， 1嚟嘅，所以第一個啫。如果 coefficient A square B 1嗰陣時候咧，即是話我3個裏邊是但揀咗2個，咁就有3啦。又或者我點樣乘到個 A square B 出嚟咧？就係嗰個3個裏邊，是但我其中有一個 A， 另外2個咧任你抽，邊個都得，冇乜所謂。OK， 咁於是我就有3種唔同嘅選擇啦，3種嘅 combination 喺度。OK， 停一度先。好啦，所以如果我哋 A plus B to the power n 嗰陣時候咧，即係橫向有 A 加 B bracket 有 n 咁多個乘埋一齊。如果我要攞到個 A to the power n 咧，即是話呢度每一個 bracket 我每一個都要抽每一個。OK， 即是係當我有 n 咁多個 cell 嗰陣時候，請留意咧，其實呢度咧有一個隱藏嘅 B to the power B to the power 0喺度㗎。OK， 我哋當我睇嗰陣時候咧，請你 focus on 呢一個 B 呢一個。好啦，原來喺咁多個 bracket 裏邊咧 ，n 咁多 bracket 裏邊咧，冇一個 B 我攞咗。OK， 然之後呢度咧就係 n 咁多個 cell 裏邊咧 ，n 咁多個，我只揀其中一個 B 啫，其他嗰啲 B、A 咧任你啦，剩翻 n 即係到隔離咯喎。n 咁多個 bracket 裏邊，我要揀其中2個有 B 嘅。跟住咧，到你寫咯喎。跟住下一個咯喎，下一個咪應該係 n 有3個咯。A 咧就係要少3個 ，B 咧就有3個。到呢度咯喎 ，focus on B 呢個，呢個 n 求1，呢一個咧就係 C n。呢個就係 binomial expansion。喺 expansion 裏邊咧，每一行咧其實都有呢個 pattern 㗎，都有呢個 pattern 就係咧，左手邊嗰隻 A 嗰個啦，就會係 A 減 R， 然之後 B 嗰個咧就係你揀幾多個，你要幾多個 B 咧咁 R 次方。好啦，咁個 coefficient 咧，前面嗰個 coefficient 即係個 box 裏邊嗰個咧，呢個就係我所講嗰個 coefficient。頂大咧都係 NCN 嘅啫，係啦。coefficient 就係呢個，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coefficient 就係呢一個 binomial theorem 啦。頭先做過呢個啦，係咪啊？所以呢個我都唔使點做，呢個1啦，呢個1啦，跟住呢個 A 加 B 啦，跟住呢 A square 加2個 AB 加 B square 啦，跟住呢個加A 3次方啦，拆嘅先。A 3次方啦，再加3A square B， 再加3AB， 再加 B3啦，跟住 A4 1，係嘛？如此類去啦，跟住就係1 4，跟住繼續就1 4 6啦。
4啦，1啦，寫下邊啊，寫下邊。第4個 Pascal triangle 咧，呢個就係00第一行嘅第一行。OK， 1C1 1C0。咁呢個咧就 row 2啦。嗱，呢個係第2，呢個叫第一個 cell， 冇錯。咁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寫嗰陣時個 notation 咧係2C0嚟嘅。請為意 2C0、2C1、2C2，第3個0、31、32、33，呢個咧係40。好啦，咁 binomial expansion 咧就係提過啦，係咪個 n 要係 positive integer 啦？佢兩個都要大過0㗎啦 ，n 要大過 r 啦。expand 嗰陣時候咧，你會記得項咧，呢度已經有 n 咁多項，然之後再加呢一個，咁所以有 n 加1咁多項咯。係啦，咁所以咧呢度有 n 加1咁多項咯。嗱，呢個係 expand 出嚟有 n 加咁多項，而呢一個咧係一個 summation， 即係一個 short form 加晒㗎啦，已經係加晒㗎啦，望一望，係啦，加晒咁多項喺度㗎啦。由substitute嗰陣時候，呢個 r 個字由0去到1、2、3去到 n， 所以呢度有 n 減0加1咁多項，咁所以即係等於有 n 加1咁多項咯，係嘛？好啦 ，general term 嗱 general term 係講緊一個個別嘅一項嚟㗎，同呢一個同上面呢個係唔同㗎。上面呢個係一個 sum 嚟㗎，係啦，sum 就係一個和嚟㗎，其實係。下邊呢個咧係個 general， 係一個個別 individual 嘅一個 particular term， 請留意。好啦，咁呢項係第幾項咧？因為第一項叫做 R 加1項。OK， 呢叫 R 加1項。睇一睇留翻去翻上面睇下，喺翻上面睇。喺翻上面睇，譬如喺第4行裏邊呢個數1、2、3、4、5，呢個我哋叫第5項，但係實際上喺呢個情況嗰陣時候 ，R 即係等於4嘅啫。OK，R 等於4嚟㗎。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話啦，呢個咧係 R 加1項嚟嘅啫。1啦，係咪啊？最左同最右嗰項，coefficient of term 係 symmetrical 嘅，係 symmetrical 嘅。咁所以咧，我哋睇下咧就係呢一個咧就將會係 Cn n 減 r。例如我哋話第5項嘅第一個，對唔住 ，r 等於1嗰陣時候咧，佢應該係等於5嘅4嘅，唔得呢樣嘅啫，可以想像嘅喎，係咪？當我哋擺嗰陣時候咧，嗰個三角咧就會係450啦、451啦、452啦、453啦、454啦，同埋455嘅。咁咧，我哋有個 symmetrical 噶嘛，係咪？第一個咧係由左邊數過去第二個，呢個咧係由右邊數過去第二個，所以咧佢哋係一個位置上對稱㗎，所以佢哋一樣嘅。